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日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今天呢就是520的，也就是因中华民国提升因总统同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今天呢，因客家新新闻对早晨的9点到10点半夜期间，会喺韩国有因的主播徐丽玲全场同大家来转播28的就职典礼。今天呢，因一个特别节目呢，会分做2个集团咯。头一个集团呢，係對早晨呢9點到10點，會喺呢來同大家呢帶來包含呢總統韓國瑜副總統、韓國瑜將行政長一路政府重要嘅訴訟嘅宣誓就職典禮。到10點到10點半夜期間，其實呢就係緊逼前重要嘅發通嘅。呢總統蔡英文佢啲宣誓就職過後呢，就會來發表廿幾嘅就職講言，來講下未來國家4年嘅發展會係樣嘅。然後呢，一個總統府呢，一個呢，做看到呢，呢提升因呢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已經呢行業嘅總統府嘅現場，準備呢我來進行一路相關嘅宣誓就職典禮。第二篇呢，先同大家來簡單講一下，就係講近邊呢佢嘅就職典禮，認真受到疫情嘅影響，其實呢所有嘅人數韓國有一個規模都減少當中。然後呢就職典禮就準備我來開始嘅，嚟看一下現場情形。全體肅立，主席就位。奏曰：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鞠躬，再鞠躬，3鞠躬。各位贵宾，请坐下。第15任总统宣誓，监事人就位，请大法官会议主席徐宗立先生就位。第15任总统就位，奏就职曰：第15任总统宣誓，请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
总统赐词，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宣誓人蔡英文，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总统手请放下，请总统将誓词交予监誓人。总统请就观礼位。第15任副总统就位。第15任副总统宣誓，请副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副总统誓词，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效忠国家。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宣誓人赖清德，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副总统手请放下，请副总统将誓词交予监誓人。副总统请回座。授予总统印信，授予人就位，请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先生就位。总统请就接印信位。授予中华民国之玺。授予荣典之玺。授予总统之印及总统之章。总统请就观礼位。授予副总统之章，副总统请就接印信位。授
授予副总统之章。授予人请回座，监事人请回座，副总统请就授礼位。总统请就授礼位。各位贵宾，请起立。鸣放礼炮。副总统请回原位。举行新任行政院院长、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宣誓，恭请总统监视，请总统就监视位。宣誓人员就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观礼人员就位，宣誓人举右手宣读誓词。誓词于事以至诚，誓词于事以至诚，恪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忘为公堂，不滥用人员，不营私舞弊，不授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谨示宣誓人苏贞昌，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宣誓人手请放下。宣誓人向监誓人鞠躬。宣誓人请回原位。总统请就主席位。奏乐。礼成。
现在第15任总统、副总统伉俪陪送第14任副总统伉俪离府。各位贵宾，请于原位稍后。各位贵宾，现在由工作人员引导4号的离府。因为总统董宪明蔡英文，还有由副总统董宪明赖清德，今日呢喺地台法官许总理的警告下，对立法院中游锡群的诉讼呢，来接下的中华民国的优势，正式来送因为亚嘅中华民国第15任的总统。韩国呢，家下呢，因为行政总署正从未正式显示出职的，因为表示讲呢，因为县政府未正式基建送因为为田地呢，为同所有的人民来服务。而呢，因啲现从嘅方面呢，做啲看到呢，係亞嘅因呢現任嘅總統蔡英文，為來送因呢前副總統陳建仁來離開總統府。其實呢，因呢前副總統陳建仁呢，就有人講其實呢係歷史上最無限嘅亞嘅副總統，佢啲因為其實呢要推動動道嘅工作，仲係包含係要叫推動人權工作啊，還有500去友邦拜訪。然後呢，未有自家出來呢，搞大家運用嘅來防疫啲亞拜嘅。不歡喜人嘅防疫期間，其實呢，佢主動出現咯。然後呢，大家呢，前幾日呢，就含有包含家政節呢，就有一個大法官嘅提名，還有要將年金改革，還有要將婚姻平權一部分相關政府嘅政策，佢主要動出力咯。然後呢，佢啲年金改革期間，其實呢，就會面對因啥地方有動到嘅爭議，像係因呢前副總統。歷日嘅陳建仁，而係自家呢發揮嘅好大嘅本色咯，用畫圖嘅方式呢，教大家呢係用嚟解釋政府嘅政策，希望呢同大家呢好好嚟溝通，留意嘅政策繼續嚟傳通下去。而家呢一個新政府基建上台嘅，而家呢再嚟看到，其實呢總統蔡英文也拜呢佢係順勢來連任咯。佢啲呢24年期間，咪就係佢提議嘅任期，其實呢有做到嘅動創要嘅一條政策咯，仲係一條加薪減稅，還有要將年金改革，然後呢包含呢重造土育、國防持續一條，都係非常重要嘅政績。唔過呢啲客家一部分大家呢咪係同關心講，先前呢一啲蔡總統佢啲條議任期係做到兩年咯，就包含呢其實呢蔡英文佢一上任就希望嚟推動一個浪漫台3線，還有呢佢咪成立嘅公校廣播電台同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對產業一部分還有法治面，然後呢到共享層面，呢客家都看得到有向定主流化方向來前進，就有人認為講。蔡總統呢，佢啲條議嘅任期都好，其實啲客家一部分有1號成績來看呢新聞報道。好，廣播電台一下正式開播。2024年6月23日，總統蔡英文先生為公客電台開台發出天意箱。喺台灣客家語言老文化轉型正義中一個重要嘅指標。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修正通過。經過1年半，客家傳播基金設置條例3讀通過，客法公共傳播再個太新讓外界衝入來理強杯。客家人挺客家妹，客家人挺客家妹。現在客家妹當總統，也被挺客家人。講自家係客家話嘅蔡英文，2016年上台了後，就開始推動浪漫台3線計劃。結合各種歷史、生態、生態、產業同觀光嘅面向，來打造台灣國家級嘅浪漫態度。2018年開始，國際自由車款台賽加入浪漫台3線站，結果國際比賽嘅傳播，日本國內外人看到客中嘅獎。所以我們非常鼓勵我們台灣的人有空的話到我們客莊走走。要提醒客家能見度，2017年底客家基本法修正案3讀通過，從頭國家語言發展法立法之前，確定客法國家語言嘅地位，會變做客家重點發展期間同行語言。韓國頭語言嘅傳承後，2018年優秀抗疫從通關認證，參加人數超100超過2萬人。
卡法未结合新年国教教天课强，推动抗疫前正式教学，推动实施计划，208学年度小12演习89间学校家业打造抗疫优先环境，让客家政策成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的项目，一步一步的让客语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今年我爱同太七家报告客家话模本太七家希望。对产业、法治、文化各个层面，以配合同客家推向主流化。但是头安尼个成绩好歹，我就认为还係會反轉頭來，嚴視客法同各領域嘅落實同使用嘅長度，希望所有嘅事情可能會全到表面人。跟你翻嚟，希望講客家話係喺印度嘅進行嘅，嚇意思就係講客家話係現代進行曲，嚇唔係係喺度係你講喺復興傳統發展未來嘅當中咧，只不過係一啲表現嘅工具等等。實質上，我們能擋住這樣子的整個市場經濟，或者是國家語言的這樣過去的這樣長期100年來這樣的侵蝕，有沒有可能？那大概就是2個指標嘛，一個就是說學校的語言教學，一個就是公共場合這個部分吧。回顧24年蔡英文嘅客家成績，看起來總係而家實現顯現嘅客家講嘅話，或者4年有些同客家帶起物嘅用嘅境界咯，學界做客定義款。客家新聞網絡選票記者做報告。那你最看到呢？一個縣政府佢啲條議因為應期度方呢，要做到對一條客家政策有按到成績。因內地總統求職典禮現場同啲分送人嘅前副總統陳建仁，人來看一下現場情形。不怕困難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以上呢，就是4位被提名人的簡短的介紹，我也在這裡跟大家講，希望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為新北平權往前邁進，共同努力，讓我們珍惜台灣的多元、開放與民主跟自由。On the April 4th, our President Tsai Ing-wen sent a remark that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太太也就跟他說，教宗，我們都有幫你祈禱。那他就說謝謝謝謝，對，我們要彼此代禱哈。然後他就好高興，就精神就振奮了起來。在守護台灣的路上，更祝陳副總統後會有期。我相信老師卸下副總統之後，他一定能夠有機會繼續奉獻所長，奉獻給最新來的台灣。那我相信您是帶着榮譽無憾的離開。那未來在關鍵的時刻，我們一定會再見到你。未來有需要的時候，相信你還是會像現在這樣溫暖、義不容辭的來幫忙我，幫忙台灣吧。大人哥，謝謝你，台灣有你真好。親愛的國人同胞，謝謝你們給我機會可以為你們服務，這是我一生難忘的4年，我會永遠感恩在心。我再一次謝謝大家，多謝感恩，謝謝。謝謝大人哥，也謝謝你每一天為台灣這片土地祈禱，祈求上天降福於台灣人民。台灣是世界的朋友，更是忠誠的民主盟友。當其他國家需要援助時，我們更是毫不猶豫地對世界伸出無私的援手。台灣不僅可以照顧好自己，更可以來幫助其他的國家。接下來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友邦、友好國家元首以及政要的致客，將透過影片的方式，將來自世界各地的祝福，用最暖心的方式送給台灣。I sent this message to join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congratulating you for the peaceful election and the confidence shown by the people in trusting the president with a second term in office. Y estrecharemos los lazos y le auguro que durante mi gobierno y el suyo tendremos las relaciones más profundas entre nuestras naciones. Mes propos sont pour saluer mon homologue, son Excellence Madame Tsai Ing-wen.
Ing-wen,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Mis más cordiales felicitaciones al inaugurar su segundo mandato en la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convey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r Excellency. We assure you that we continue to stand with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stand up for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President Tsai, the people of Palau are proud to stand beside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under your leadership, our friendship has grown stronger than ever.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inaugurati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an even stronger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Her talent and humanity always shined through. So when her political fortunes were at a low ebb, I could not only hope, but I could believe that she would triumph in the end. There is a famous Chinese saying that comes to mind as I convey my sincer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on the occasion of your momentous second inauguration. Wherever you go with all your heart. I congratulate Her 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Ing-wen of Taiwan.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St. Lucia, I want to reiterate our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Tsai on her new term of offi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Tsai, we have developed even closer relations, people-to-people bonds. Th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love her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róximo día va a ser la inauguración del nuevo periodo de la presidenta Tsai y estaremos enviándole un mensaje de sentido a nombre de nuestra Nicaragua. Un motivo de gran satisfacción extender mis felicitaciones a la presidenta Tsai Ing-wen por su reelección. 蔡英文総統の就任を心からお祝いの言葉に変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ご就任を心からお喜び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台湾の平和と安寧、そして繁栄をお祈り申し上げ、祝辞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蔡英文総統閣下、ますますのご活躍と、そして台湾の安寧を心より記念申し上げます。本日は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I congratulate President Tsai Ing-wen on her inauguration and wish her all the best in the next chapter of her presidency. Congratulate President Tsai Ing-wen. On behalf of people of India, I wish President Tsai's new presidency great success and strengthening of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Taiwan.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Tsai Ing-wen of your inauguration of today. 당선 및 취임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st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re-election. Und ich freue mich sehr, Ihnen erstens zu Ihrer erfolgreichen Wiederwahl gratulieren zu dürfen und dann zu Ihrer heutigen Inauguration. Taiwan still is a country for freedom and progress and happiness. You have done a very good job. Keep up the good work. Vážená paní prezidentko, přeji vám pro vaše volební období především klid, pevné zdraví, rozvahu a dobrá rozhodnutí. Congratulations, Madam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Mr. Vice President Lai Ching-te. Long liv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itizens of democratic Slovakia and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wishing both President and the people good luck, peaceful prosperity during her next 4-year term.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 Tsai, on your inauguration. Congratulations, Taiwan, on your democracy. Dear President Tsai,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inauguration today as President. And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of success in this coming period for you and for Taiwan. All the best for a successful second term in service for your people. Sie sind der Leuchtturm der Demokratie in Asien und das wissen wir als Deutscher Bundestag sehr zu schätzen. Ihnen alles Gute, Glück und Gottes Segen für Ihr Land. We've been very happy to welcome the victory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your second term in office as President of the ROC Taiwan. Un esempio per tutti noi, per questo noi continuiamo a sostenere questo grande paese, un grande popolo con un presidente straordinario. Chciałbym jeszcze raz złożyć serdeczne gratulacje Gonosim Taiwan Jiayu. Doufám, že i dalších 5 let i přes jisté hrozby, které se objevují, zejména od vašeho velkého souseda na severu, bude stejně úspěšný, jako bylo těch předchozích 5 let. We profoundly sympathize with Taiwan's desire to be free
and sincerely support your course. Your 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Ing-wen, I warmly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re-election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ur la seconde fois, le peuple taïwanais vous confie les plus hautes responsabilités à la conduite du destin de votre pays. Cela témoigne de leur confiance.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to your recent re-election. It's a great news for your people and yet another proof of your great leadership. You've done a wonderful job as the president, and clearly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recognizes that as well. Taiwan is a true friend of Canad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inauguration, on the vitality of Taiwan's democracy, and on the leadership Taiwan has shown. May I extend my heartfelt best wishes for your continuing global leadership as a culture of liberty and industry, honoring personal opportunity and achievement. You've been a great part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work with you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further. We wish you the very best. Congratulations, Madam President. We democracies are going to celebrate this day together.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close relations with President Tsai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Tsai Ing-wen. President Tsai, we're very proud of you. We send a message of the deep and genuin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not forget Taiwan's kindness. I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years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You are a beacon of freedom in Asia and an example for others to follow. Taiwan Caucus.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e President Tsai on her re-election. We stand firmly and strongly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on behalf of your liberties, your independence, your freedom. I have no doubt that under her leadership, the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Taiwan has earned the world's respect for it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peace, science, commerce, and most importantly, democrac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and for the promise of 4 more years of strong democratic leadership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of Taiwan are going to be better served with your leadership. Please know of my great respect for you,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great countries. Congratulations. Gongxi, gongxi.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 Tsai.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Dr. Tsai Ing-wen on beginning her second term as Taiwan's president. Today's inauguration marks yet another milestone for Taiwan's vibrant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ud to share this moment with you. Madam President, under your leader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deepened our strong partnership. We applaud your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cross-strait stability in the face of unrelenting pressure. 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Taiwan's 23 million residents. They provide a powerful example for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that transparency,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are the best elements for good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advancemen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joyed robust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n Taiwan, commercial ties, cultural ties, and many more.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the United States' 10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7th biggest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a testament to our strong partnership. Taiwan has shown time and again its willingness to lend assistance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whether by countering Islamist terrorism in the de-ISIS coalition, promoting democratic values, or convening multinational dialogues to safeguard religious freedom. Taiwan has proven that it is a model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That has also been true amidst the corona pandemic. The world owes Taiwan a debt for ringing the alarm and for modeling excellence, transparency, and full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in your public health response. You stepped up to help so many others in nee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 Taiwan's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dam President, I wish you and the people on Taiwan much success during the second term of office. We'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you on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机会祝贺蔡英文总统在选举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在台湾历史上，他所得票数超过了任何其他政治候选人。我更要赞扬台湾人民对来之不易的民主的维护，使领导人尽职尽责。你们依靠的正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法律的统治和自由公正的选举。美国也依靠着同样的机制。台湾向世界表明，自由民主的精神绝不仅仅是美国或西方的，而且是普世的。
正如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1980年代后期所说，我研究的不是东方物理，也不是西方物理，是物理。民主同物理学是一样的，没有东西之分。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对冠状病毒流行的出色反应，从2003年的 SARS 流行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并在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当时称为武汉肺炎的大爆发之前，台湾就应用了前所积累的经验，结果不言而喻。台湾的学校仅仅关闭了2周，在2300万人口中，台湾的病例至今少于500例，其中大多数是输入病例。台湾有很多方面值得全世界学习。美国将继续与台湾交流，将继续敦促其他国家和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把挽救人的生命置于任何政治考量之上，选择人民自由而非政府的压制。我们期待与台湾紧密合作，开展广泛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合作去体现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再次祝贺蔡总统，祝您在下个4年里更有成效地引领台湾人民，谨祝好运，谢谢。今天借此机会，我们要感谢许多的友邦国家以及许多的国际友人，在许多的重要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大力来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看到影片呢，就係呢同到台灣嘅友邦人數韓國有冇共用國界好朋友，因此呢數到28呢富歡喜人疫情影響，家條冇辦法親身來到台灣參加28嘅求職典禮。故所呢，家條呢就用影片呢啲名錄空同台灣嘅縣政府來表態祝福。而家呢啲影片都空呢，就你看到呢，其實呢所有嘅國家韓國有呢好朋友，大家親認同呢，就係台灣嘅自由同民主。韓國呢28啲富歡喜人防疫期間，台灣嘅表現，大家呢都有看到。故所呢就因為講，一啲蔡政府啲廿波先前呢所有嘅政績同表現，就係也嘅全世界大家親認同、親誠實嘅。我三人呢啲現場我來進行呢，就係一個國別聲音合唱團愛同大家帶來嘅表演。呢一班呢表演當中呢，一個國別聲音合唱團呢，夾到總曲呢會帶來3條歌曲，會總曲呢會伴奏國語、韓國語、河洛話，另外呢沒有合法歌曲。就係呢為大捧一條歌曲呢，展現出台灣呢多元族群韓國語豐富嘅文化。點解下呢啲表演結束過後呢，總統蔡英文就要來發表佢28嘅求職公言呢？點解下呢就係講呢主播希利里呢，佢會全場同大家帶來即時翻譯，用亞嘅客家話同亞嘅同志朋友來紹介今年總統蔡英文第28求職公言當中嘅內容。歡迎稍後呢，再過來繼續來看現場嘅情形。觸感扎實的純棉毛巾，以及內含肥皂、乾洗手、濕紙巾以及護手霜的防疫小包，從禮品袋到防疫小包，全都是 Made in Taiwan，100%來自台灣的驕傲。而接下來有一位特別的重量級官員發表聲明，祝賀蔡總統連任就職。以下是美國國務卿龐培歐的祝賀聲明，我們有請外交部同仁為各位宣讀內容。大家好，請容我再次宣讀美國國務卿龐培歐對蔡總統的祝賀內容。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Dr. Tsai Ing-wen on the commencement of her second term as Taiwan's president. Her re-election by a huge margin shows that she has earned the respect, admiration, and trust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Her courage and vision in leading Taiwan's vibrant democracy is an inspiration to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considered Taiwan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and a reliable partner.
Support for Taiwa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bipartisan and unanimous, as demonstrated by the recent enactment of the Taipei Act, which strengthens our overall relationship and supports 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We have a shared vision for the region, one that includes rule of law, transparency,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all. The recent COVID-19 pandemic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e why Taiwan's pandemic response model is worthy of emulation. As we look toward the future, I am confident that with President Tsai at the helm, ou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美国国务卿庞培欧在上述的祝贺声明中，恭贺蔡总统展开第2任期，并赞赏蔡总统带领民主台湾，台湾堪称区域以及全世界的表率。美国将持续视台湾为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也是可靠的伙伴。对于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庞培欧国务卿指出，台美对于印太地区有着共同的愿景，并再次肯定了台湾的防疫模式值得国际效仿。最后，国务卿表示，在蔡总统的领导之下，台美关系必将持续欣欣向荣。谢谢外交部同仁，也在此感谢美国国务卿庞培欧的祝福。这也是美国国务卿第一次公开发声明祝贺总统就职。过去这段期间，国务卿也对台湾的国际参与多次的强力发声，这也是台美之间友好关系的最佳证明。我们再一次感谢美国国务卿庞培欧先生。接下来，国防部示范乐队与国立实验合唱团将带来2段精彩的演出，让世界知道台湾是个包容多元文化的国家，更是可以对世界伸出援手的国家。Team Taiwan 不只挺台湾，也挺全世界。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现在亚拜台湾呢产生喺富环喜洋嘅防疫期间，加上呢今年呢总统出席典礼还係有受到影響哦，包含呢一啲嚟到現場嘅來賓嘅人數呢係控制喺230人呢，同先前嘅人數差唔多呢有530人呢係減少動盪。然後呢共用呢遇到防群體感染嘅風險，今年呢貴嘢未起社會。今日喺現場嘅主持人呢同大家來收集一啲動態披露，就係今年嘅主辦單位係送本所有嚟到現場嘅嘉賓係有一啲防疫嘅禮盒咯。喺地度嘅禮盒有按多買嘅東西嚟看好。喺地度呢有像一條附屬嘅相關嘅一條東西啊，韓國有像早洗素，本大家呢來清潔手套，然後呢韓國有像一條設備。資件韓國有台灣初現嘅茶股，最講呢亞拜嘅即係總統府留出自典禮呢來結合相關防疫嘅觀念，將呢行喺外部人睇下來看到講，喺台灣呢啲亞拜呢防疫期間真見有非常大型嘅表現咯。韓國呢啲亞拜呢上半睇下喺定路當中呢，沒有結合一個環保嘅概念，從一條嘅姿態地圖嘅台嘢呢係用石頭嘅字來做嘅，咩係呢同大家呢看到台灣嘅顏色裡，啲科技韓國有文創也部分表現都非常嘅大熱。好呀呢也係國立聲音合唱團帶來嘅合唱表演，並繼續再來看現場嘅情形。
感谢国立实验合唱团精彩的演出。本次的总统就职典礼是首次在百年古迹台北宾馆中举办，在这个充满历史氛围的场地之中，展开国家新的篇章，格外具有历史的意义。刚才国立实验合唱团为来大家带来的3首歌曲，分别是第一首《美丽的稻穗》，以及台湾的客家民谣《天公落水》。在刚才听到的第3首歌曲《阮若拍开心内的门窗》，是作家王昶雄先生谱词，音乐家吕前生作曲。两人在1958年共同创作的台湾台语艺术歌曲。接下来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带来的精彩演出。好，接下来呢，5.2人手这典礼的特别报道，我由希里里呢来为大家继续来做行业版场嘅转播。还讲呢，等家下蔡总统就会来发表其天意嘅就职讲言，等下呢会用客话同大家来做随口发言。加糖到按后堂嘅歌曲呢，也是国立声音合唱团也就带来嘅主曲，按照高韵台湾。呢度聽到嘅有年出名嘅歌嘅，按照講嘅和唱呢，還有呢大家都當熟嘅天公落水3條歌嘅結合起來。故種呢，接下來一帶向前來看到啊，100嘅人事部曲，同客家方面，來看到也大家都當熟嘅，本地係客委會主委李遠德，喺100嘅選委個當中，佢係來承認來讓我承認文化鋪裝。係個本地有數片也係客委會本地嘅副主委，其就會承做也嘅主委嘅。各界客家對現嘅政府有乜嘅期待呢？帶鄉親朋友來關心詳細嘅報道。
杜總統蔡英文就喺朝前提議任期總統前，要推出新嘅文化政策，在國家語言發展法文化部委成立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打幫國家機構資源來做調查研究。填充呢條工作，不過學者指導應該為老現有嘅學術老研究機構做有效嘅整合，撒下來用辦推動老專用，未受到大家嘅感動。國家語言發展法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我們必須要面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我們都應該去做這個保存、發展跟復振。那我們不管是在語言調查或者是史料收集的這個方面的話，其實我們都可以變成跨部會的一個後盾啊，係咩做到發揮乜嘅功能？當然講意思講做到傳承發展嘅一個功能，當然係最重要嘅一個地方。當然喺我嚟看，當然唔想咩點嘛，跟唔係講知識不夠嚟攀啲乜嘅座談會招請到學者專家嚟做到嘅討論都好。其實也當重要嘅一個部分就係講一樣去應用，一樣去發揮嘅問題。一下行業出體有法執法嘅規條，或者指導推翻業應該係包含國家出境嘅文義，希望未來行業歷史定位為向下進步，應該按照客家推翻業，唔可對客位唔從事。我係台灣人，我講台語，嘅世界咧，跟客家話係咪個翻咯？係愛國話。客家人係愛國人嘛，唔咩啊？意思就係講，因為人客家人嚟到台灣，一天愛維護自家嘅歷史嘅天理。另一方面嚟講，咩愛建立自家到台灣嘅一個主體性。撒下來政府按用辦技術推動，做到行業更強化，或者未知道應該要公部門代表，都會推動同步翻譯，按用客位就會有向下多領頭。做立竿見影就是同步翻譯啊！我們不敢說四海大平安都有啦，至少一個吧，對不對？OK， 先從視線或者是怎麼樣可以翻成至少聽得懂，把它翻成華語嘛，這樣子嘛，來做一個示範啊。對新任期嘅內閣挑戰，客委會主委為集文化部長，客委會主委為係副主委用衝戰略集，或者指導對推動客家事務係自己當好嘅方向。不過其他政府各部會就得強下配合麼，係至轉動而繼續面對嘅挑戰。利用的去兼的是兩個之間的協調，還是會好一點。但不要忘了我過去部會裡面都是有這種所謂的自己的所謂的地盤啦、既得利益嘛，這邊要怎麼整合業務的這些東西？蔡總統因只提議任期到民進黨全面執政之下，做到了客家會向向下更強化麼，對客家文化用辦傳承的復建，撒下來4年未聽出會受到大家檢視。客家新聞王仁洽、祁隆俊、千明日綜合報道。因看到嘅國際社團韓國呢，從新傳史也到客家嘅組織呢，對新嘅政府沒有當到嘅期待。針對亞擺出來講，客委會主委係由楊崇正本單嘅副主委來承認做主委以外，現時亞擺嘅客委會副主委係由一個總統授前立法委員來擔任。大家慶陽嘅看到，帶鄉親朋友同江頭賽道6隊來關係。人叫人天天誒客家基本法。但是客家鄉親當然未講迄當時聽呢基本法可能係顯示性。實體立法院特立為客家發展嘅前立委總控就5年以後將會來接任客委會副主委，歸到嘅6隊鄉親總任委，也係一項好嘅安排。對北部嘅客家族群呢，要做鄉親啊，要做社會結構啦、人際關係啦、人情世故啦，相當了解。野人本身工作過野人，本身都幾好強下啦。台灣呢客家人因內又有主要北部、中部、南部跟東部由我哋南部嘅主體來承任會加個照顧到全面嘅看法啦因為客家人呢多6對3幫人。我哋中央級呢，絕對做唔到社會咧體力關係這個呢，同我哋作為一個資源啦，包括浪漫台上線、江嘅6隊、幸福嘅台球線，369一定來全力對支持，
而完成。总控则表示，除了支持完成客家369，客家嘅语言同文化传承，还会协助客家文化重点教育嘅79个乡镇来执行。不过，也有部分嘅意见领袖，稍微总控则讲唔得。对于来讲呢，主要大材小用嘅喺眼里面。大材小用啦，有點嘅呢，可以有失敗，對於講改勉強嘅事情，佢對會決議啦嚇。鄉親總表示，以總控者嘅資歷，責任主管也不為高，未來利用的擔任文化部長，合委會副主委也有南部客家人，韓國希望中央做得從事6隊嘅文化盛事，也就係明年嘅6隊300年。因為蔡英文總統是承諾，要對6隊相當熟悉嘅總控者副主委來聽數推動，相信對300年嘅建隊經典，就會韓國有利嘅。客家新聞，陳文林、潘成峰、高雄、屏東報道。針對蔡政府來講呢，亞擺來連任係廿天2任嘅任期，估計唔但搶討各項嘅政策項，各界對佢有當到嘅期待。加看到嘅鴉片呢有6隊嘅鄉親，韓國唔但搶討南部鴉片呢，全台灣撒下來針對客家政策，韓國呢各部分產業方面，我用嘅技術來行工錢，所以希望呢我要望中央嘅新嘅創造出來，讓大家看到台灣客家新嘅可能。故說呢，亞擺嘅蔡政府對佢來講第2期嘅任期，實在未做得講係咧當沉重嘅一個壓力，因為呢就同年頭營業10月就得經驗，其實你亞下呢咪冇依據喎，而係得到嘅817萬票，頭擺亞嘅明顯嘅總統呢，對台灣嘅明顯總統來講，就忙勢有按個嘅得票率，接下來呢針對內部有按度嘅期待。韓國現時全世界國際上對亞嘅現時又有外部嘅按度風炮，用嚟同內部鴉片來加起來，變出一個新嘅歷史價值。韓國呢對蔡總統來講，做嚟都係個新希望來簽到新嘅歷史地位，接下來都係個動態嘅考驗。尤其從亞擺，全世界都為武漢肺炎 COVID-19 也按太棒嘅議題，對各國來講唔但搶討台灣呢，都係個千年條嘅挑戰。從結果來看到，對今年的年頭起勢，防疫亞戰呢實在大多當從。韓國呢就係營業10月，總嘅看到亞嘅時間後呢，就整理出來，差唔多營業10月嘅時間，逼出頭一個希望。韓國呢一次台灣未吹到亞嘅感染嘅潮，估數呢一直以來對營業嘅多見，差唔多就會半年按月嘅。接下來我要按樣嘅心情來面對後疫情時代，生業、經濟、政治、同內同外部都係個前提嘅挑戰。估數定價下總統就會出來發表亞嘅超值講言呢，針對人揸作到新嘅亞嘅內容部分，佢會針對防疫、兩岸同外交嚟做出其實下來，我用嚟土定全台灣嘅人行工錢嘅方向，佢會本做事態面向。頭一咧，人嚟看到喎，今邊呢會針對國家生存下來，我用嚟發展有乜嘅新嘅策略，會本出事態面向。頭一咧，人嚟看到新嘅發展，韓國愛簽沙非嘅安天，我用嚟來加強國家安全，對內愛加強民主嘅部分。而比蔡總統會針對亞洲事態面向來做超值講言，再個來帶鄉親朋友來感受一下現場嘅氣氛，聽聽就係超值講言嘅客語隨口翻譯。
而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是国之重点。在讲言呢，现时呢，亚拜针对5年人天然引起，而实施马街新的政策，来看到我几个天然引其实有一个动态的挑战，就是爱影响两岸经济新的考验。人家还有讲到哦，将国家生存发展为分做马街策略呢。其他方向，左边呢，头一个总统府发言人王崇彦基建先同大家来讲诶，亚拜会针对事态面向来同大家。第一讲，大家南北會用乜嘅方向來行公前，產業嘅發展，因為呢，從疫情對年頭到以下，產業因為疫情嘅關係受到這麼大嘅影響，尤其因為愛對抗疫情，接下來疫情有效控制，從亞北嘅呢就有效緩呢。唔過呢，就係看到各界因為受到疫情嘅影響，受到產業咪係由大家都講苦都講唔出來。估數一下呢，政府係針對亞洲產業嘅部分發出將紓困，韓國呢籌備就要來公布講，要按到位，接下來按到位策略，卻希望講差唔多啲行業產業6月8月時節，希望同樣按到位方針，韓國呢按到位內容，牢記真理。因為呢，按到就係希望各部會愛向下來討論，向下來打合。估數新呢，也嘅有關防疫振興嘅內容呢，接下來前一嚟，希望就做得正式來實施，也係產業希望講接下來會天天嚟同佢帶上來。等等，就職講演就愛開始啫，現時蔡總統韓國副總統也嘅賴清德就行到台風一入來看。接下來，恭請蔡英文總統發表就職演說。接下來呢，就會來發表就職講演。賴清德副總統，現場的各位貴賓，電視機前面的朋友，網絡上的朋友，全體的國人同胞，大家好。今天我站在這裡，今天我提的呀，係用一隻非常感恩的心，為這個來承擔台灣人交本自嘅責任。最特別的總統就職典禮，也係中華民國歷史上前特別的總統就職典禮。呢度特別的素材唔係套典禮嘅規模，咩唔係有幾多人向下來參加，其中一位係印度的。也一溜地韓國來冇按改，而愛承望台灣人係亞洲本按冇按改嘅事情喺台灣發生。我會特別承望有啲人亞洲啲亞市場嘅防疫期間，當時本人講到，而愛承望大家妥防疫條黑馬，啲藥房門口排列嘅台灣人，承望亞洲愛有耐心。還有承望亞洲對政府按心呼、按心應，就係亞洲本全世界看到，台灣就算到清不安嘅時節，你做得保持公平嘅面的。我們當承望亞洲，伊無卡當中自家檢疫、自家隔離嘅人，亞洲原定司法當中有按到唔理偏，就係愛保護其他人嘅權益。承望亞洲表現出人性當中當善良嘅一面，本台灣嘅防疫按成功，國家嘅公平感、想死大家都愛強下就係共同體，也團結於為討人所有人嘅新關度，馬家人做團結嘅感覺就係安尼。因今日現場呢有當到各國世界嘅代表，韓國我相信。世界上天上有當到國家，咪啲關心台灣。我仲係大寶也就機會同大家講，亞洲看到嘅國家有一稱良善、仁愛嘅人民。亞洲人民無論喺極困難嘅環境當中，還係做嘅意思、民主、團結，韓國人對相互有責任感。克服嘅按倒物嘅挑戰，捱過去，本台灣同全世界起到猜。從1月到現在，
对营业的多件，台湾连登2摆，本国际社会都吃到动促强、动大面。头一摆係人的民主獻祭，第二擺就係人的防疫刺激。不過喺亞團期間，因為防疫做到按成功，台灣開始出現到全世界國際新聞媒體控。台灣咩下定一項又一項送去國外嘅物資蛋糕。台灣人係世界上當良善的人，一人有能力的世界，經常會同國際社會來傾訴。我係希望全體國人同胞出來分享，按公用、按歡喜以外，要體會得到自家來幫助人，其他人要同傾訴嘅精神。疫情忙得結束，人中的有辦事海態，就算疫情過去的，影響也唔會停定就冇停。廿8嘅疫情對全世界嘅影響當成當法。對改變了全世界政治經濟的秩序，唔但將加劇的，還個加法的全世界供應鏈要重新整理、重新排列的經濟的板塊，要同大家的生活還個社會形態改變過來，甚至未會改變國際社會對台灣還個富裕的時局的想象。一條改變的挑戰。唔過，每個一隻機會，也要將所有的國人同胞要準備好，因為接下來肯定會有各種的考驗同難關，當地定演。未來的幾年，馬上做得對疫情當中克服困難，馬上做得針對疫情帶來的改變，研究出國家生存發展策略，馬上從疫情過後，按複雜、按奇怪的國際時局當中，抓住到機會。馬上就做得到國家喺全世界上會大家看到，這裡國家從來就做唔得按激情，喺外地呀按到變化當中冷清，去前着方向。過去20年，亞點捱做到嘅，係實講，有冇留下一隻韓國好嘅國家本國威，故所接下來嘅10年，同產業發展、社會安定、國家安全、民主成化也是台面向向。我會參前準備來部署，揾台灣改過來，南沙台河變成龍，我會帶領台灣行向未來。我知道台灣人民最關心的，我哋台灣人民最關心的就係人的產業同經濟發展。人同2016年啟動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希望愛本台灣的經濟行向世界。10年來，喺國際經濟安態嘅變化下，台灣唔但將愛國來嘅經濟嘅成長，還係轉到為細小量嘅大頭量，股市穩定未變做直接都發生嘅情形。因為疫情控制來當好，台灣都見還係維持經濟正成長，一套全世界當中係當小可能到嘅。不過，按土台一個紓困同振興經濟方，現在愛繼續參前來準備，全力希望維持經濟嘅穩定成長。未來10年，愛面對嘅係全世界經濟變化到很卡極嘅，韓國供應鏈會加劇重新整理嘅時期，同整理整體經濟方面，會有穩定當中愛求成長，變革當中愛抓住機會嘅政策理念。持續做到前瞻基礎建設，10兆元投資一條重大計劃，來鼓勵未來幾下10年的經濟發展。產業發展方面，會抓住時機，投5個億嘅產業創新，本地就有嘅基礎上，打造6大核心戰略產業，揾台灣成為未來全世界經濟嘅關鍵力量。頭一咧，會持續加強資訊同數位相關產業嘅發展。我利用半導體同資訊通信產業的優勢，希望來搶奪全世界供應鏈的重要位置，揾台灣成為下一個時代資訊科技重要的基地，希望促進物聯網同人工智能的發展。第二，台灣要發展做得結合5G時代數位轉型，還個有國家安全的治安產業。我全力來打造保護的多切架。嚟做得本世界幸福嘅治安、認同同產業鏈
第三，因为打造接触到全世界的生物同医疗科技产业。在28年疫情当中，无论是刺激的制作，也是新的药物，还有研发疫苗，台湾团队都有当局的能力，同全世界按战斗的技术结合起来。因为希望来听相关的产业，本台湾成为全世界克服疫情挑战的关键重要力量。第四，因为发展全面整合的国防同战略产业，除了基建当地的进行嘅国监、国策、国技、国策，因为还开始忙推动全面技术整合，而激发出民间的制造能量，进一步航向发展航空同太空产业。第五，因为加强来发展绿天同再生能源产业，过去4年。再生的能源有动态的发展，台湾成为国际再生能源当好来投资的一个素材。为亚洲基础上，2025年6年，加冕整体能源20%的目标，我有信心做得到。台湾会成为亚太绿能中心。第六，因为研究出做来确定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同产品产业。面对未来全世界持续的变化。对专业的医疗同民生用品、能源都失差的供应，因为同重要的产业链流通国内维持此激烈。在亚下嘅国际时刻当中，马萨做得唔是有按度的意思，马萨就掌握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机会。我要向所有产业嘅朋友放心，政府唔会本产业顾持。在未来几年，还有几下子主要策略，而来带动产业的发展。首先，因为同国内需求来做基础能量，带动产业发展，尤其是公共部门需求同维持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像在28疫情当中，专业们也有防疫物资的战略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就是一个当好的例子。因为国防产业同再生能源的产业都做得照定共用的模式发展到较极端的。唔但请有专业的国家催，未来我们会看各产业的规模同条件来整新的国家催。加定政府对内部需求的保证，建立出台湾的品牌，按内嘅全世界战略物资制造业，还可开展到其他市场。接下来 ，ND 金融天数係產業發展當重要的一部分。未來 MVU 涵蓋深化的金融政策，持續改革金融體制，而用涵蓋多樣化的金融手段來同產業更發展資金需求。MVU 繼續來打造當安全的產業環境。政府會希望去維持當完整的公共衛生體內，還有新建立的國家安全體內。本地的社會當好為發展韓國健全的市場，因為也要保證全世界的高科技同戰略性產業，彰顯台灣來做家條生產同研發的基地。接下來，我們會持續研討產業布局全世界，同美國、日本、歐洲來簽貿易或者係投資保障協議，也就目標我們會繼續實行。我們會持續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我們會開展出其他有潛力的市場，鼓勵廠商去鴉片布局，與產業的國際合作，總湊出涵蓋有利的條件。第二，對全世界潛出機會的世界，各地台商會喺當好為盤，前面係人才的問題。台灣愛成為全世界經濟關鍵的力量，就愛有各方的人才齊中起來。蔡英文的政府會希望爭取國際上前瞻到的技術、研發同管理人才。按你台灣的產業團隊將做得涵蓋國際化，有全世界競爭的視野同能力。未來，台灣涵蓋愛同國際接觸到，會同數年國家同數位兩百項培養出涵蓋到本土人才同強人。按你產業會有涵蓋強嘅國際競爭力。未來4年，涵蓋用同嘅人流，涵蓋有發水嘅人流，涵蓋強嘅產業實力，涵蓋同世界連接嘅到位台灣，會開展出新嘅經濟格局，行向繁榮嘅新時代。
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会忘记社会安定。产业發展嘅同時，俺唔會貼標題社會安定，咪係人民對政府挺重要嘅期待。一啲行較好嘅國家，政府天出愛開議，行較多嘅資金嚟膨脹人民嘅負擔，將會有按到乜嘅社會嘅問題。過去廿幾年，俺同長照2.6要托照顧基礎正義嘅問題，越早都不求其別。未來4年，俺嘅目標就係同亞種苗做到行較減，來接到特色愛人幫助嘅人，盡量唔好再個有乜嘅遺憾嘅事情發生。首先，因為行較強化抗檢同防疫安全面。台灣今年係鼓勵社會一片嘅流行對人民抗檢係啲當然嘅挑戰，故所因為強化一片防治同醫療能力，結合產業同疫苗同藥物嘅開發方，係個傳染病防治嘅領域有行較多嘅突破，令人民就得嚟到行較抗檢，做到行較好嘅照顧。接下來，因為同社會安全面唔大嘅素材補起來，也幾年來要加強同視覺是調整分扎相關嘅社會安全事件，引起嘅議論。唔但淨係視覺是調整，其他精神欺騙、韓國試圖運用念頭、家庭暴力嘅問題嚟強用。內地民眾啲嘅小物嘅，也唔但淨係經驗，或者係家庭嘅事情。還係政府嘅事情，啲家庭冇辦法好好嚟照顧亞條分扎嘅下，政府就有資金我嚟傾訴，因為加強社會照顧體內，提升天線嘅社工能力，同亞條嘅工作環境聽改善，安寧社工將做得許多清基層嘅素材，同調擺社會安全面冇接到嘅人請出來。另外，對個案引起嘅爭議，應總得同資金送本醫療部門，或者係解撇嘅法官。司法同行政部門應該去檢討制度，同制度來優化加強，按修法嘅素材就愛來修正。佢哋行較好嘅國家，愛重視國家安全。喺24年，因隨同國防事務改革，希望參加國際，維持兩岸和平嘅穩定。希望本台灣同印太地區嘅和平穩定韓國繁榮，會有韓較實猛嘅角色。未來4年，也就政策方向唔會改變，因為做到韓較多。對國防事務改革方面，有3個重要嘅方向。頭一咧係加強加強發展不對稱嘅戰力，同加強防備輸核能力嘅同時，未來戰力安樣嘅發展會加強系統反制。非傳統嘅不對等戰力，韓國做嘅友好防禦網絡戰、因地戰、韓國朝鮮戰嘅威脅，來達到多重來主動嘅戰略目標。第二係後批通研制度實質愛改革，因為提高後批鋪推人員嘅素質，韓國武器裝備後批戰力提高，將做嘅友好同雙批軍隊強合來上戰作戰。另外，平常時就要建立跨部會嘅雙實後批通研機制，來協調人力、物力，轉換嘅時節通研裝備行較順勢。第三係要改善部隊管理嘅制度，一下後生嘅士官兵都係啲民主自由嘅社會體驗，應用喺本家條啲軍種來發揮行較好嘅戰力同專長，也未愛重視。有當年去做兵嘅時節，會出現適應較有問題，也反映出社會轉變韓國軍種管理制度有檢查，因為同樣唔來嘅素材不求其，唔好因為制度唔求其，才影響到社會對軍隊有乜嘅唔好嘅觀感，未涉及到軍人嘅功用同士氣，拖一仗又一仗嘅結案當中，就按呢冇睇力。故所，因為同制度方加強軍種申訴關懷機制，建立出經共同的事件調查機制，韓國直接愛貫通來檢討刑事批制。喺教育訓練方愛提高各級幹部領導統一嘅能力，達到管理嘅現代化同專業化。因為維持戰力咧，
团队拳击同社会价值对今年的尊重之间深度平衡。在国际层面，过去几年因希望参加各项国际冲突议题，包含反恐合作、研讨热处、宗教自由，还有非传统安全亚洲重要全球议题。在亚太国际疫情当中，人类能力范围制度对国际社会开始紧听数，受到大家高度的肯定。台湾既然本国际天理组民主成功的故事，幸福的得来反称，世界良善的力量也是台湾人的向下当公用的素材。未来新年，我会持续来参加，来争取参加国际组织，加强同友邦的共用合作，同美国、日本、欧洲、亚洲共享价值的国家加强攀称关系。我会希望去参加企业的合作机制，同企业相关的国家向下，来为印太企业的和平、稳定同繁荣做出实际贡献。面对按复杂、按多变化的两岸时刻，过去几年，我会尽量为两岸和平问题来尽实忙，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我会继续实忙打拼，要协同对岸来展开对话，为企业安全做出涵盖气体的贡献。我会再次强调，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也不暂时。我唔会接受北京当局用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亚下嘅用嘅，也系按先健天唔会有变化原则。我会继续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的事务，也系按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致立场。两岸关系亚下当地嘅一个历史的转变点，双方都有资金，而牵出长长远远而用来相处的方法，避免我有对立同分裂的抗态。在按多的时刻变化当中，我会树立原则，还可用解决问题开放的态度开启资金。我希望对岸两同仁做得开启相对的资金，向下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未来4年，除了国家建设的工程，未来4年，除了国家建设的工程，政府体制的优化也没当重要。立法院就会成立修宪委员会，为提供一张平台，本同政府制度还有人民权利各项宪政体制改革的议题有关，都做在本大家来达到对话，牵出共识。大帮亚嘅民主的构成，宪政体制会涵盖台内岛时代，来结合台湾社会的价值，让我朝野都有共识的18岁公民权。韩国应该要先来推动。在司法改革方面，送上任期，我做到为此改国是方面的认识，本法官法、历史法、宪法、诉讼法同劳动事件法陆续都修法修好的，也都是改善司法体制的基础工程。我4个亚下限定的转型，亚下的结果是人民的期待，还有动态的政策。我会继续听各方的意见，唔会停下来。人民有乜嘅不满，也都是我改革的通力。在未来4年内，国民法官制度听出来开始实施，本人民入到法庭制度来做国民法官，成为改革的加强剂。本司法体制体内含同人民的期待唔会个案件呢，含卡合乎味道期待样的大家的幸福。另外，所有宪政机关都会持续改革，行政院组织改造工程，为可重新整理过后再个启动，包含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的数位发展部会，还有台内岛时代调整各部会，按照政府的处理能力。将涵盖减台湾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监察院转型的起点。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为了今年8月的设立，佢會喺台灣做到人權立國的理念里程碑，咪係監察院轉型的起腳點。
俺们会抢9年来上一枚考试院新的团队，提出完整的改革方案，来检讨头摆很用的项目，同样转型做同合适当地党的国家人力资源部门，培育现代政府需要的治理人才。各位国人同胞，过去70年来，中华民国台湾在一百又一百的挑战当中，hand卡团结坚毅。抵抗过侵略兵团的压力，生存独裁体制的诱惑，每行在本世界孤立起来的发压压的地方当中，不过面对很样的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一直是俺的坚持。此处出人，此处人处的共同体意识，每一切都是俺信仰。这边俺现场有当多防疫英雄，在美国家属。总结下届3年的盛宴，疫情主题中心的公益团队，还有苏贞昌院长带领的政府团队，向大家提起来好冇？请坐，谢谢。向头什么？以及我们苏院长带领的政府团队，请站起来好吗？还有由苏贞昌院长带领的政府团队，向你提起来好冇？什么丫头抢筹？还有很多某地现场各行各业的防疫英雄丫头，医护人员、邮务人员、药师、便利超商的店员，还有驾驶朋友丫头，像原谅我冇办法俾佢喊出大家名嘅。如果你我想愛同大家講，70年來，台灣做定一個一百又一百嘅挑戰。也意思咧，從來就唔係一兩集英雄片，係像國會中央強下傳統歷史體論嘅亡命英雄，就是因為有亞頭，台灣世世代代嘅幸福、安定、繁榮，將做得延續下去。我同亞頭表示尊敬，所有嘅台灣人都係英雄。蔡英文同賴清德。這位永恆的亞接受國會的託付，作為第一案健康的世界，開啟中華民國總統安泰的基因。心感到其實壓力比歡喜還較多，不過我會繼續行，因為我要捱到。未來的路不會一片順遂。未來嘅路唔會都係當順勢，挑戰是會更來更多。如果按喺個啲按艱難環境當中行過來嘅國家，按喺2300萬3年係成樣結合強下嘅共同體，頭擺係按嘅，一下未係按嘅，未來未會係按嘅。我誠心希望所有嘅國人同胞，我記得過去也記下責任，鬆下強熱心，我結合強下克服難關嘅感痛。中華民國做得當團結，台灣做得當安全。所有嘅台灣人做得當公勇，做得頭腦昂起來，當傻批行光前。親愛的國人同胞，未來的旅程還很長。親愛的國人同胞，未來嘅旅程，未來嘅路係當長。台灣嘅故事係當地嘅下一集素材。台灣嘅故事屬於你一責任，未需要你一責任。2300萬嘅台灣人民，將人哋來做人嘅引頭，將來做人嘅盤。本案前瞻智慧同勇氣，強下來打錯出韓國後衛國家，神夢大家。賴副總統，謝謝，再一次以熱烈掌聲，謝謝總統以及賴副總統。在這邊，我們也恭送總統以及賴副總統。謝謝，我們恭送總統以及賴副總統。
谢谢总统，谢谢赖副总统，也谢谢现场所有的贵宾。几个月前，我们用最民主的方式，总统来展开其天音演起来发表的首次讲言。第八度呢，来整理下，因为今年就遇到的忙实遇到的安太困难，就是部分企业也个偏多的挑战。古早头防疫方今大枪讲到，各国要上榜上听，让做的航向行业者，也个挨个挑战航向未来的路。韩国呢两岸亦会针对国安部口，韩国好好的牵出稳定扶贫亚集部分。外交方面，你希望讲台美要发展嚟好好的发展关系。古早近边呢，再过嚟讲到嘅，本周事态方向，应该一开始有讲到产业发展，要迁到社会安定，迁到国家安全，韩国内部加强民主惩罚也是态部分。古早呢，家下蔡总统就讲咧，接下来希望大家要做一盘称，带定家到行公前。还爱所有的台湾人民同胞来做家的引导，希望为未来也个挑战呢，就会一步一步来克服。韩国呢，今边有讲到现场有一个防疫国家区，家下呢，蔡总统是希望家到作为提起来接受大家听到答数、朴数，希望呢同家到表示尊敬，却因为伫今年一开始的时节。防疫遇到为安泰的挑战，不过今年年头，台湾所有的人，韩国人也到团队，共为防疫团队呢，并无脚步无乱踢，还是带领大家猜的行工前。故所也到呢，就是抢也到防疫的英雄，防疫团队起来接受现场柜台声音，同也到呢表示尊敬。今边呢，台亚嘅5人小时的手指典礼发通结束过后，其实按部8点的时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呢，就爱同亚按多位防疫人员来表示尊敬。今边呢，全台湾其实台亚今年呢就开始来采访，来同亚大量的货老一点出来。也地摆都有马街特别的素材呢，而且也图方就看得到，也全台湾有无共用10个件的大料呢？也条啲脑杯就係點出一個開貨同貨點出來，韓國呢係擺出一種愛心的樣嘅。順豐呢下啲馬街市呢，鄉親朋友看哪一片係加油。另外呢，台北一片鹽城太飯店，也腦杯係用點出貨嘅方式來擺出嚟 zero。韓國呢一片係一個常用嘅，另外嘅其他素菜嘅飯店係擺出嚟愛心，故所用按呢個方式來表現出愛同亞所有嘅抗疫英雄，希望講同大家來表示尊敬。韓國5人其實按部8點會有全台灣嘅線上演唱會，因為防疫期間呢，大家還係總得要辦事海態，按不同嘅演唱會用乜嘅形式來辦。今年北中南呢，全台灣會用一個順時鐘，就係一般正常歷時鐘嘅方式對台北來起始。台北一個鹽城太飯店呢，就會有一個旅遊王，一個金曲歌王，加到呢先對台北8點起始來表演。另外呢，就會按呢建立用正常順時鐘嘅方式嚟到台東一片。台東一片呢，就會有一個原住民歌手蘇美恩，韓國呢會有紀曉娟，加到2-3年啲一個台東嘅鐵花村來唱歌為本大家聽。韓國呢唱到一部分過後，又會開始嚟到台東唱衰，就會再個列過來到高雄。高雄一片會有其他歌手唱唱兒農呢，佢會來唱歌為本大家聽。再個上北嚟到係台中會有米秀樂團繼續來唱。韓國再個上北就嚟到係東岸一片新竹市，也即係客家莊一片呢。客家莊呢也擺係安排邀請嘅黃智賢同3平塊嚟做也擺嘅5人線上演唱會嘅歌手。歌手呢用按你全台灣嘅方式，新竹唱衰要再個上北。簽名會轉到總統府頭前嚟做一個5人線上演唱會嘅簽名嘅終點。一個簽名嘅團體呢就係咩火氣，一部分呢就係黨時行本大家見討論嘅團體。嗰度全世界全台灣用按呢個金曲稱用展開5人開唱呢，其實地位都客家元素，因為同大家來預告一下，差唔多啲8點半過後呢，就會有一個金曲歌手黃智賢同3平塊，佢哋會啲新竹主堂，也就係亞下嘅新竹市政府啲鴉片呢來開唱。
故說呢，今本日呢，佢哋會創出3條高橋，先同大家來揸作到嘅3條高速呢，分別會衝到自己家鄉，係個衝到亞博嘅發展嘅客家鹽學，創造有乜嘅心得？其實呢，王志賢哦對佢成立到今，開始係有經過嘅動盪無窮樣，比如講團名，佢哋有團體嘅名嘅會有改變。不過王志賢呢，佢就講啊，身為一個客家創作嘅語文高手，唔會變呢，就係佢本擔嘅當順嘅心。佢講到亞博嘅因為做事嘅關係，王志賢呢就係東岸嘅亞薩。佢開始去到其他嘅城市來設條路來前發展，唔過前年因為佢自家做爸爸嘅，叫我聲音咧，故所嘅佢就轉到嘅家鄉新竹鴉片來創作音樂，希望同亞佢親屬嘅新竹來做佢發展，寫出很多感動人心嘅內容，一片清好嘅集體。故所呢，佢亞擺嘅專輯，其實有很多種專輯，主題都係同家鄉、同土地有關聯。佢邊會安排乜嘅各位呢？帶鄉親朋友搶先來看。Hello， 大家好，我係翁子憲。禮拜520音樂會，因你會準備高橋台底，會撈因你新竹嘅家鄉有關係，因為我係從細在新竹台，禮下因為轉家鄉嘅關係哦，所以其實當到我係從做寫嘅東西，其實係撈家鄉有關嘅，可能係家鄉嘅東門鄉啊、車站啊，還有西涌啊樣，所以禮拜演唱會其實因你準備嘅高橋台底係撈了主題有關係。對我來講，台灣嘅客家音樂其實在全世界係種特別，還有就係因你客家音樂在全世界因你做音樂其實係最完整，還有我知道台灣嘅客家音樂嘅配用，人才嘅配用在台灣其實係做到當好嘅。對我來看，因你台灣嘅客家音樂嘅特別係在哪裡？因為全世界都有客家人，不過全世界客家話其實都有一系列冇共用，所以我一下去個東道國家同佢哋講嘅客家話，轉來同因你自家嘅客家話，其實我是都係變做當特別了，有因你台灣自家嘅美土，所以我是都對因你兩批用客家話來做高橋嘅人來講，其實因你係簽到一家全世界一家當特別嘅會來做音樂。2020線上音樂會呢，也係今ปี安部會來表演嘅王志賢同三平塊。佢講到嘅亞博嘅對其創作客家音樂來講，佢特別就會簽出新嘅無窮樣本人感動嘅素材。故所以按多年來佢做客家音樂，佢就發現咯，因為佢開始去嘅當道嘅素材，佢發現咧國外沒有當到客家鄉親。唔過呢，鄉親朋友咩想看啊？國外嘅客家、韓國人、台灣嘅客家，會有哪條政策？特別嘅素材，做嚟屬於人特別嘅素材係啲哪邊呢？再來談自然嘅係樣嘅個。你一下我做客家音樂對我來講，我有一隻感覺係從喺你一下在東門西涌，你一邊西涌本來講客家話嘅人咯，本來會講，後來因為做生意嘅關係，喉嚨音好多，所以佢哋全部控起來了，是冇講客家話嘅。不過我來到兩隻西涌，因為我做客家音樂，我做客家語文嘅表演，所以後來佢哋看到我在廣強嘅場合。每位台上講客家話，台上從客家講，所以本佢哋沒有信心，提出來，從佢哋嘅母語，講佢哋嘅母語，所以對我來講，你係一隻從因你做客家語文嘅人咯，其實做對本因你客家人有安樣嘅信心。一粒客家心，係做得感染本你附近嘅所有嘅人咯。
唔睇到哦，也嘅之前呢，佢喺今晡嘅暗晡8點，會到新竹市政府，也就係一般講嘅新竹主堂一片來表演呢5億人線上演講會客家代表。故所呢，先同大家來預告，佢喺一個之前同產品塊呢，佢到先前就是得到金曲獎第24同27屆最佳客語專輯獎。按好為成績，故所佢接下來還會天天呢來行工前同客家演歌繼續發展。今晡暗晡呢，之前要先同大家來先講到嘅，暗晡佢會從3條歌嘅，從家下要談到嘅一部分內山公路，再加到今晡頭一首會唱嘅，你帶鄉親朋友來感受一下一條好長嘅內山公路，鄉親們聊一下，這個轉到貼片報道嘅現場。1, 2, 3, 4. 相愛那條路能好，不是的相愛終點很既然，總會兄弟一條路，起起落落，離我的人煙山，每山中愛，行轉路路，行內山途，用起所有最美，煙山行內山。包袱平安就帶下來，從南邊黑暗嘅塘下蘿蔔架做盤頂，順連兩條水真下去流愛嘅夢境，滿天星嘅土老愛共好多轉移，不是你相愛終點在哪邊，愛莫帶兩邊，愛手一兩邊，總係兄弟一條路。一條暗號塘嘅內山公路係來自王志賢同三平塊，第一條今暗晡8點會到5億人線上演唱會來演唱嘅好塘歌曲。進到今日嘅貼片節目嘅現場哦，接下來帶大家來關心到，一擺嘅新內閣人士當中，對大家來講，當屬嘅有2位，一個係客委會本單嘅主委李遠德，佢也下就是作為文化部長嘅，韓國本單。客委會嘅副主委楊長正也擺到新內閣名單當中，本大家當大年，因為佢就對副委來準做一個
一個主位嘅，接下來佢度呢2-3年係唔係針對客家、針對文化或有樣嘅合作呢？係個其實楊長鎮呢未來新嘅主位，佢對福權係個客家議題當屬，未落成作為社會運動按當年，大家對佢真係要期待，而樣嘅帶帶客家行向新嘅一條路呢？來看。新任的客委會主委是楊長鎮。你讓總統、副總統求職前幾年，行政院正式發布新嘅人事，有現任嘅客委會副主委楊崇智來接客委會主委。楊崇智是做過民進黨沙園坡、客家坡族區部嘅主任，客委會參事、老主任秘書，未是做過總統府辦公室嘅主任，動職工資了了經驗豐富。楊崇智跳過做4年嘅客委會副主委，對推動客家事務動3萬，接下來4年為讓班老母兒引導進來，老客總嘅地方發展都當有想法。就講將客家莊350鄉人做一張正白線來量身打造一個財地發展嘅政策針對2正白線鄉人嘅需求做整體嘅規劃，將來呢佢都叫做增強就喺呢一套規劃當中那位現任嘅客委會主委李潤德接連文化普普中對客家文化嘅推動，為要客家多跨普惠嘅合作。楊崇智主委講，為了重點並到語文推廣老文化資產嘅保存。藝術一個表現主流嘅呢個語文發展當中喺未做得加強多語言、多族群文化多樣性嘅表現呢點係你做得來老文化部來合作現任嘅客委會主委楊崇智喺廟裡試探嘅行業，跳過重啟六線做社會傳統，對族群客家了了議題當熟事，未推動浪漫推3線客家政策嘅重要任務。那麼佢希望客家見來健康到主流戲，帶領客家來發展到很下豐富。客家新聞羅俊章、汪元策、陳美儀綜合報道。蔡總統呢較早以前頭秋在公園當講沒有講到嘅，今年對佢來講，天意意味秋節典禮對按當年來講咪係當特別，雖然因為防疫嘅關係同頭擺也嘅戶外活動都冇強用，也擺嘅規模都減少嘅，本單會搶動到嘅外邊，也擺係改用也嘅直播嘅影片來用現場嘅播出，俾大家看到其他國家也都對蔡總統秋節嘅按當嘅祝福。係講呢，其實頭籌備呢時間清醒咯，也嘅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亦咪要發表也嘅聲明來祝福也嘅蔡總統天意嘅秋節，先來祝福也嘅秋節檢嘅發通會當順勢。故作下來，針對新嘅任期呢，對內有按到嘅期待，對外面是挑戰有按嚴條，而樣嘅來針對也到部分呢兩岸經濟還有各方各面來帶領台灣人行向新的一條路呢，各界真係期待。蔡總統咪講到，防疫也擺會做到按潮期，本各國按天天，卻因為有台灣所有嘅人按團結、按健愛，咪希望接下來新嘅任期呢，做嚟繼續發揮團結下去。今邊嘅客家新新聞，針對5·2總統、副總統第15任嘅秋節典禮特別報道，秋到鴉片呢，作為鄉親朋友平安順遂，身體康健，再會。